1分鐘帶你睇上盤，今日帶你嚟到晉營睇下呢個咁有度假感覺嘅屋苑。咁見到一入門口位置，其實就係一個緊廚位。對於693尺嘅單位嚟講，呢個廚房嘅尺寸十分之足夠，做到一個3邊工作嘅模式。咁去到廳嘅位置啦，咁見到客廳、飯廳係一個非常之分明嘅格局。咁而晉營嘅3房套單位嚟講呢，2個廁所都會有窗，2間客房更加係精心裝修咗。第一間客房呢度做咗張地台床。第2間客房呢，亦都更換咗木地板。最後呢，令我比較感到驚訝嘅就係呢個主人房嘅位置啦，做咗一個複式嘅設計。先睇睇樓下一層，因為原本呢隻3房設計呢係有一個非常之闊嘅窗台，呢個位攞嚟做咩好呢？我暫時未諗到。但係幾時都話香港人真係最叻利用空間啊！睇下呢個複式設計，咁樣做到一個複式嘅感覺。等我試下瞓落去如何先？咦，其實空間感都幾足夠嘅喎。如果有興趣睇呢個單位，快啲過嚟揾我啦！